际交替，男女关系复杂，想要不被迷惑，唯有透视真相。如何面对因应？请听本代解说。两性关系和谐，自然幸福圆满。大家好，这个题目如何面对两性关系啊，很难讲不好讲讲了不好会出事因果很重的这两性关系在这个现代来讲的话是越来越严重，关系越来越恶化，互相在报仇，互相在抱怨，互相在残害，问题很严重因为大家不明了自己的角色扮演到底应该怎么样扮演，扮演的功能效果和他的这个将来的结果，这个一定要了解才行，要不然的话问题相当的严重。你看我刚刚